各位近期咧想玩喺中山或一個自住家度假嘅地方咧，今日Sunny就有好介紹啦。山三鄉有一個半山中山城嘅收官之造樓盤，目前佢有咩配套呢？我哋隔離就係嘅高爾夫球場啦，被譽為中山第一嘅高爾夫球場。隔離仲有我哋中山溫泉，中山溫泉過去都係5分鐘左右嘅路程，同埋我哋呢個路程過去我哋三甲醫院都係5分鐘左右嘅。各方面配套非常之齊全，非常之適合自住加度假。同埋呢條登賢路已經正式開通咗啦，佢30分鐘去到珠海，1個鐘嘅直接去到我哋香港嘅境內，非常之便利。目前咧在賣嘅就係30座、31座、32座，面積段咧有100個方到127方嘅。最大嘅話係1366， total 總價咧就100零萬，可以立低佢啦。咁望住我咁靚嘅 view、咁靚嘅景，而且可以喺度打高爾夫啦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仔，私信揾Sunny攞資料啦。下面評論666，我帶你實地睇樓。